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北、上海的双城论坛早起来登场。台北市长蒋万安来发话，希望台湾海峡加一点渔船停火，减一点战机插蜡。上海的副市长华元讲，两岸本来就是一家人，会愈行愈亲。伊讲伊会推广上海的陆客团到台北佚佗。只不过会场内一片的这个号录，但是阿强的军机舰并无减少。国防部的统计有10只军机、7台的军舰来扰乱。蒋万安是再一次来强调讲，愈紧张就愈爱交流。签署我们的合作备忘录，有请。徛伫中建政双城代表签署合作的备忘录，台北市长蒋万安伫双城论坛就场。多一点渔船灯火的点缀夕阳，少一点船舰飞机的喧嚣呼啸。个人甚至2座城市全力以赴，有机会扭转大时代命运的走向。新任民选的首都市长蒋万安对两岸的情势有期待。两岸同胞啊，从来都是一家人，我们常来常往，越走越近，越走越亲。上海市副市长华元嘛，同款亲切的回应。不过，伫开幕这日天，中国同款派出10架次的强机绕台，哪呢讲好的善意甲亲近呢？能够持续的释出善意，能够沟通交流，来取代对抗。越紧张、越困难的时刻，越需要交流。继续释出善意，双城论坛双方的城市代表面对面真客气，上海嘛释放利多，将积极推动上海居民赴台团队游，旅游路线一定会包含台北市，能够带动商业的活络、消费刺激，我想我们都乐见。场内有良性的互动，也过场外有政党表示不满，毋伫意见的表达区，也有人穿维尼的布红啊表示抗议。现场派出警力伫维持秩序。双城论坛已经经过15天，双方嘛讲彼此建立城市互动模式，会当互平等的两岸关系春暖花开。也无同时议员嘛积极讲，爱阁想看卖要安怎化解哪化亲近，哪有强基瓦近的矛盾情形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